真的样子。好吗？就是这才的，才看不够，他这个过得讲的是个。我没有。就国家什么的啊？我刚刚开播的。别讲，哎，走的。我害怕他们。啊，妈妈打来的那的那个一，比官方去我大概你同志了。那钱多大家肯定很高了，不最近是那来。没什么。大家那钱多的肯定很高了，都是咱来个。你没有当播吗？没有。好的，那就3、2、1，等。在意什么的？开始。什么惩罚？说普通话没事，咱们他的那个，他的那个公屏上多扣些律师直播，还有文明这个直播。来了的时候有点难忍，这个真的不见你的这些人的，这个来的时候有点危险来了，这兄弟们。所以家们，你点赞一下，点赞加入去。就身份证件里的人。西藏的。的确的就。身份证需要四川的吗？真的。而且我这就四川个身份证就过节就能签到你的这四川籍，弄好等于这主持节就做开的拍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。啊，过节就讲的是个哪起的啥的那个，同期的过节的是个，对面同期开了讲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。他在这。家人们点赞，谢谢大家，能点赞的点赞一下。来重新来，我们两个重新来。这是你的大号吧？对。对，真的，大家你往墙子这个字。家人们点赞。呀。对了。你进口的你也是卡扎子，超市卡扎子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花是有。绝对没有，有的话要赶来了这。兄弟们点点赞。对，家人们点赞，是所有人有票的走一下，有票的走一下。小心心墨镜热气球有的话，兄弟们现在棒。要下一个墨镜，他闭嘴先。这个墨镜有吗，兄弟们？墨镜有没有墨镜讲？墨镜，新闻看到没在了？呀啦你说了，谢谢宋主任，谢谢。谢谢。刚才那个演出是24号到25号是吧？刚才演出。80有时我出去然后进来。感谢抖音官方，感谢抖音平台，家人们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一下可以吗？70多个人，这里点点关注一下。那现在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刚才那个演出25号是吧？是啊，6个字做的，6个字，看过人家准备在那个24号的是25号的是就个这讲嘞。呀。那时候我们两个不见不散啊。不见不散啊。对面就抖音这里，国家里面是写到下的。好的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也烦死了。咱们点赞。
嗯嗯走一个墨镜家嘛，走一个墨镜，光这把的大家当个上个，哪记得当个上个，这人就是这的嘛的，有了去这了，大家的国家就这样子个的，你看我就趁这次机会，好好收拾一下它，好不好？有票走下，有票走下，有票走。Нет, ke ora jiran shitago. 这啊，压力太大了。对国家去做的。对。对，年干么不？啊？这周现在30趟的，再试个啥子？试了。不，咱们讲的呢？欢迎那个康丹玛雅，谢谢大哥。每人一个小心心讲嘛，每人一个小心。谢谢楼上34级的。每人走一个小心心讲嘛，每人走一个小心心。只有130多个人，能不能分享做一下？哇塞，美丽的西藏哥，谢谢。2个小心心，兄弟们。4个小心心，我们这边4个小心心。你这个小心心，你这个小心心，你这个小心心，你这个小心心。有100多个人，2个小心心，加油，兄弟们！加油，加油，宝贝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2个小心心，兄弟们，2个。加油！再差4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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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差。小心，再差4个人，小心。再差4个人，再差4个人。最后一个兄弟们，最后一个。再差4个人，宝贝。谢谢大哥，美丽的西藏哥，欢迎你。最后一个小星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小星星一个，一个小星星，一个小星星，最后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。最后一个小星星，前面没有上过的。大概娘穷是给他的。前面没有上过的，最后一个小星星，兄弟，一个小星星。看我这个的。找到拿到了，谢谢1376。谢谢上当来是娘穷的。我们家人们，保你是急救有的。现在拿下来，把对面那个闭嘴。你是零票呀，零票。零票也是，我可以大胆来的说话呀。早一点休息吧，好不？电费都挣不了，这样的话，真的。什么？电费都挣不了。家人们，大家送来的有票走下，有票走下，宝贝们有票走下，看着车上有票走下，有票走下。谢谢美丽的西藏哥，有票走下，宝贝们有票走下。感谢哥送来的。谢谢哥，谢谢。先上一个墨迹，先走个墨迹，先走个墨迹。你看，公主摆的那进来，大家的刚好走过去就娘这么强走走。一个小星星都没有，走个墨迹。小星星上了，可是俺那是日记没得，那进来。家们有票走下，看着车，欢迎生气了。俺家里领票的带的是个，公主摆的家家，那就小心下在家的，马上人们个。马上，那进的家庭。好的。家人们走一个墨镜，真的俺的是票日记没来上个的。走一个墨镜看看，走一个墨镜，谢谢送小心心。走一个墨镜，我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走个墨镜，赶快走一个墨镜。新门开了没见到？哪进的票好像日记没跟？小星星家的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可以吗，兄弟们？200多个人。领票的关注一下，求求你们。咱们走一个墨镜。自己关注很多下去了。最差的还得下去了。1000多个粉丝，去光了，最近掉了。对，掉了，已经今天第6天，正常没有直播，最多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这样就断播了。对你也开着吗？给你。有是有，但是我不干。那种事情太多次的话，那就容易以后的。对影响特别不好。他娘小有票走下。我妈妈的电话号码是四川的号码，可以吗？啊。我妈妈的号码。
你妈妈的号码在四川的，对，她的那个户口是四川的吗？不是不是，那肯定是有验证的呀。但你试一下，你妈妈的可以，你的账号可以用。你就小号的是的人，也是我的。你可以开2个小号吗？一个身份证。不是，那个是我老婆的身份证，好像是。对，一样嘛，开的那个是号码咋办子？就一个身份证只能开一个东西，知道不？对呀。我也想你改。破白了吗？啊，没破白。哎，但我可以说话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不像你。谢谢。切给交现的这片的票的节目有什么？俺咱俩现的个节的没有。哎呦，自由是掌握自己的，自由是真的是人生当中。你声音大也没用呀，没人上票呀。我声音小的话，人家都很可爱的那种，所以就是有上礼物。可爱的那种，得了吧。最后打一把票说的闭嘴。自由走的这步走了，有没有自由现在？有没有自由看实力来说。兄弟们，首先让一个墨镜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。马这票人家们感谢送的小星星，那进的票嘛，在这里面跟。现在小星星来了吗？小星星发是来了。来了几个？走一个墨镜，来了一个。走一个墨镜，我看看这个马这票显示人家们，谢谢送的小星星。能不能走一个墨镜？我看看这个怎么回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过几天我又想打一个大型 PK， 不敢打最近。今天晚上好像好多了哦，家人。这就是连我的原因是啥了？真的，你还不相信？谢谢我扎西哥，谢谢。墨镜来了也是0配呀。那就是要打俺的是叫倒的贵的了。你退出去再进来。发誓。那个墨镜浪费了。好像是啊，兄弟们，你妈了就是，好像是啊。念的，俺人家不是人啊。呀，再来一个小星星说一下嘛，试一下。再来一个小星星，小星星看不见的。对的，那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首先来一个墨镜，首先来一个墨镜，兄弟们。首先来一个墨镜，直播间里面有10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就可以了，不用墨镜。来了2个女的，我们接嘛。接嘛。他不用上，兄弟，再不用上。呀，一个人呢？我不是人吗？什么意思？广州版的这里有吗？我看不到。你没有眼睛吗？等一下，看不到谁。我这里发射广州版的。对，我只看到这个才8级。来，打人的吧。打被追不见了，我这里。不是，我看得见不？广州版的看见边追不见了。边追不见就算了吧，我都忘了是，哎呦，我这个时候自己他看得到。家人们。打看不到，打看不到。呀，我们4个玩过程啊。你们3个我巴巴适适打一下，好不？哎呀，一人一个小星星就可以了。直播间里面有10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家人们有票走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墨镜？家人们有没有一个墨镜 ？OK。棒棒哒的墨镜的，有的话帮一下忙，好不好？墨镜有吗，兄弟们？墨镜。欢迎新进来的，欢迎。墨镜不要吧，墨镜不要，兄弟们。家人们，墨镜有没有？墨镜有没有？有没有墨镜小星星帮忙唱？家人们有没有墨镜呀？闭嘴！发手。家人们，我就可以唱歌了。家人们，走一个墨镜，赶快！要溜。家人们在。这个机器都在。一个墨镜，这个机器在这，欢迎登哥，欢迎开心大哥。不敢大姐姐里9月376。谢谢。感谢开。
感谢开心男人，谢谢。今天晚上我怎么回事？实力没有，人气没有，真的是。那你睡嘛，睡觉嘛。不睡。每天晚上有实力有人气，怎么可能嘛？对呀。对。你看，你们看看公主版的，真的以前拽的很嘛，现在你看这么低调的很。还有林珠哥，对嘛？真的是。来，咱们需要一个墨镜嘛，一个墨镜嘛，一个墨镜嘛，需要一个墨镜。走一个墨镜，走一个。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个墨镜嘛，一个墨镜？咱们有没有一个墨镜？谢谢。咱们林珠哥呢？一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一个墨镜，一个墨镜，兄弟们，可不可以一个墨镜？39级的137路帅哥，能不能来一个墨镜，兄弟？让咱们这3个马干你妈了操，我就好好拿一下。这3个马干拽得很，发誓。一个墨镜，谢谢我林珠哥，再来一个墨镜，走一个墨镜，快点去了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欢迎小拉山那个大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走一个墨镜，谢谢。走一个墨镜，什么开了么子的，什么开了么子，就一个墨镜，这个加成就完事。你看吧，汉子哥。一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一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！一个墨镜，加成马上就到了，兄弟们！加成马上就到了，兄弟们！有没有墨镜？一个墨镜。欢迎拉萨扎西蹲住。什么事啊？关我什么事？谁留票？别飞！真的，我还没加成。我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家人们现在是加成，家人们加成。家人们，咱们家有票，现在帮忙走一下，家人们加成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成。家人们睡觉。家人们现在上一个墨迹有2个墨迹，上一个小星星有2个小星星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成。家人们加成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成。谢，靠着。这个别追上去了，发誓家人们加成。咱们的其他粉丝们能帮忙加个油，家人们加成。其他人有票走一下，不要光靠我们家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家人们1.5倍的加成，好不好？林珠哥，家人们现在能不能帮忙加个油，把这个自动塞爆滚的给它配一下子。天堂之子，我八哥，救命啊！永州爷，谢谢开心的家人们子，这是都在俺肉吧子。这是当跟我听声，这别当。帮我听啥？这是都在，这是真当，谁唱的？这当个加工配不着呢，这些的直播。谢谢。有没有票？好不好？谢谢各位主，感谢电灯之子。有票走一下，时间没有了，家人们，哎呦。家人们，加个油！欢迎加油哥！有没有？保时捷。家人们加个油，好不好？加个油，好不好？林珠哥，欢迎林珠哥哥帮忙往前走一下，咱们家直播间还有没有大哥？家人们还有没有大哥？最后10秒了，有没有奇迹发生？欢迎加油哥，有没有墨迹小心帮忙烫墨迹？家人们现在上，欢迎我点上阿里哥，家人们现在上，家人们。都打不要了。谢谢。这里朱哥送的2个墨迹，谢谢，感谢野球，感谢开心男孩，感谢天堂之子，谢谢，幸福那个跳舞，终于赢了一把。我好奇嘛，跳舞，你放唱歌。我真的不方便切了，我在9号是酒店里面，人家把我赶出去了，我去哪里住嘛？你放我跳舞。欢迎穷不汉子哥。哎呀，这呀，我以为是我掉了，好像没掉。家人们关注下，谢谢你们。
这个圈圈，可以了，这个没有。圈圈转多的时候晕得很，真的。那个伴奏没有，你跳什么？哎，疯了吗？真的是你这样。欢迎一起进来的。对吧？能不能那个什么？现在是双倍，兄弟们，现在是双倍。日期就墨迹保时捷有什么就打牌掉档。就走一个墨迹，问题是别把人脑袋按住，你妈了去。我就可以唱歌。日期就墨迹有什么看什么，现在是双倍。让他们加成，让他们加成。150多个人，兄弟们。有没有小心帮忙弹墨镜？走一个墨镜。走一个墨镜，走一个墨镜。欢迎一起进来的。你们3个没有票呀？都是零票。谁是零票？你是老大。对，我老大。你们别再让我唱歌了。家人们差一个墨迹，咱们就把这个加成拿一下，好不好？红球子，家人们，家人们。他怎么了，兄弟？家人们。发誓！我的个妈呀！家人们走一个墨迹，看得起来。谢谢我的主哥，谢谢我走人家大哥。一个墨迹，这个加成完成一下，加成完成一下，加成完成一下。第三名，我们家有拍的话，加上面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加上上面。这么大嘴。这么大嘴，哎呦！这么大嘴，走的这么大嘴。大走的就是大兄弟们，来家人们，现在上家人们加成，家人们加成！欢迎我先生，能不能帮一下吗？家人们加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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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个字票钱的，当大姐家们当大好不讲，哦呀，啥真的发生了，被冰锥那边上去了，真的你妈可家人们，欢迎个，李主哥哥，先生哥哥，现在能不能帮忙走一下？有没有比心图个墨迹帮忙打好不家人们加成，家人们加成，家人们加成。家人们加成，好不家人们加成，欢迎李主哥，欢迎李主哥，先生哥，能不能现在帮忙家人们加成？谢谢哥哥，没去你原来的家嘛，没解决的没去你原来的家嘛，首先解决的首先你原来的家嘛，这些动作好不好家们加成？哎呦，哎呦，谢谢先生大哥，李主哥哥能不能帮一下吗？家人们加成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成好不好？你们？谢谢我先生哥，谢谢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帮忙加个油盐，每天帮多点一些赞，谢谢你。要求可着。要求，真的是。快走！人家都没有那个什么心情上票了，这一下子他上了。欢迎李主哥哥把那个。欢迎137路哥。把最后拿着开麦克，那他们是鬼嘛挺暗的，开啥事你妈？谢谢我先生哥，谢谢。有人不是黑马了。欢迎李主哥哥，能不能帮忙加个油，好不好，大哥？欢迎李主哥，能不能帮忙加个油呀，大哥？家人们，先生哥哥，现在能不能帮忙做些家人们加成？家人们加成，不是加成啊，就家们，刚刚你什么事？我讲你什么事嘛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帮忙？谢谢先生哥哥，李主大哥能不能帮一下吗？好不好？李主大哥能不能帮个忙？谢大哥送来的私人飞机，我就说了嘛，发射我就说了嘛，我来了一个私人飞机的感觉，今天晚上发射有。谢谢。发射有我就。谢谢哥，谢谢。我的大哥。谢谢李主，谢谢先生。打麻将发射。俺帮你交个票嘛，咱接下来那个啥时候接住行个？李主哥哥，你绝对的接过来嘛，这啥个兄弟啊？李主哥哥不是啥个兄弟哥哥，李主大哥。谢谢哥，谢。来到公车吧的直播间里是我的荣幸。感谢东了把拿来。是我的荣幸。闭麦。首先我们的榜一137路跑啥队了，180多个人，全部帮我点关注下，卡住落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们的榜一点关注下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真的。给个面子嘛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。榜1、榜2、榜3关注一下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啊，兄弟137路，赶紧去看你。你用个嘛的？关注吧的。呀。你唱歌，他们2个跳。他们2个起来。起来。哎呀，谢谢哥，谢谢。那他们2个跳的话，比较这个歌合适一点。红花。
直听着。啊，重新来啊，重新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断。没得事。咱们多点一下，张666读一下，我是林慧。Zipla dalilo daje se chemeto chechala tando pangi me la yeka ronse na ye jompon ayonanda ye ton le yon checha sho se pimeti感恩贴辛苦了，亚秋。辛苦了，连个屁都大大。谢谢。好。学一个。最后好好的男人的是在保持下兄弟。妈了，刚刚前面我们来一点点的，我们经验。欢迎我雷猪哥哥，家人们，现在上家人们，现在上家人们，加成家人们，加成，打票退了，现在帮忙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加成家人们，加成。有票读一下，没票帮我多点一下，咱不要光靠1-2个人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加成，家人们，加成。小半夜雷猪大哥要摸一个默契，好不好，哥哥？那没姐姐的没你来的，好不好？大哥加成，家人们，加成，家人们，加成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成啊！你妈了，这幸福女孩专门写的，来专门拉菜的，陪我临片日的。你妈个条狗啊！俺拉上陪你接我了。哎呀！干嘛激动你都是带菜的，这弟弟是陪我临片日。欢迎50388大哥。先走一个默契。谁领导啊？刚刚那个歌名叫《红花兄弟》。谢谢。你上来干什么呢？你那个自己那个大哥那啥？人家女孩子都说谢谢那样温柔的那种，他来了啊，家人们，谢谢。我是谁都不喜欢。谢谢你给我闭嘴！我们两个票我多，我不会温柔的，但真的是吧，家人？闭嘴！闭嘴你！一个默讲嘛，一个默讲，你妈了，你闭嘴！一个默讲嘛，我也干嘛说的？一个默讲，最后一个默契，加上拿一下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默契，一个默契加油！直播间里面有18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个默讲嘛，一个默讲，那没人解决的，没人解决的好不好？直播间有票的话，帮我